趁住小朋友 turn break，所以我哋就選擇去日本玩，順便都影下路上見聞同大家分享啦。去片今次嘅目的地係北海道啊，出嚟機場就見到架豐田皇冠，又一架皇冠。我哋依家就坐緊接駁巴士去租車店，又係皇冠啊，豐田 Land Cruiser， 呢架唔知係咩電單車啊，34車友喎，原汁原味 Skyline 啊 ，Suzuki Jimny 有放氣蛙佬聲喎，白車白拎嘅大發 Coupe， 呢架旅行車睇落十分 old school 啊，識嘅朋友仔出嚟科普下啦，又係14代皇冠，配埋大拎又幾好睇，日產嘅7人車啊，有冇朋友知咩型號呢？唔似東京啲大城市啊，北海道其實係冇咁多改裝車又或者 JDM 睇嘅。Anyway， 呢度相對地廣人稀，而且自然風光又靚，一家人租車自駕遊絕對夠舒服啊！下集我會去車迷版嘅 Walmart 逛下，記得留意更新啦。我係傑飛，下次再見。